阿弥陀佛观想禅修。第一，观想自己的头顶上有一朵莲花。第二，莲花上面有一粒发亮的红宝色光明点。第三，这粒光明点变成阿弥陀佛。第四，现在我们一起念诵阿弥陀佛净土皈依文3次。当我们念诵成经文第1次的时候，观想阿弥陀佛加持我们的色身，清净事业即脉障。一马虎，嗡萨松杰农万太一堂，一色九我土界千不同，用的身板土千头囊拉，上界将身八面可结构。利见我查巴的没巴耶，对外进行下位先看的，当能的你真不就马他，结完新结完马就巴了。第二件呢，弄的相当小的给大个毛浪打扮的。求救上界将身探姐姐，刚面着不来先界拉的说，对呀他本在这呀阿万波的那一说哈。第5，截至我们念诵经文第2次的时候，观想阿弥陀佛加持我们的口，清净语言及风障。一马虎，嗡萨松杰农万太一堂，一色九我土界千波堂，用的身板土千到能拉，上界将身八面可结构。利见嗡查巴的没巴耶，对外境界下位相看的。当能的你真不就马他，结完新结完满就巴了。第二件呢，弄得相当小的给大个毛浪打扮的，求救上界将身探姐姐，刚面着不来新结拉的说。对呀他本在这呀阿万波的那一说哈。第6，第3次我们在念诵经文的时候，观想阿弥陀佛加持我们的意，清净意业即明点障。一马虎，嗡萨松杰农万太一堂，一色九我土界千不堂，用的身板的千头能拉，上界将身八面可结构。利见嗡查巴的没巴耶，对外进行下微信看的。当能的你真不就马他，结完新结完满就巴了。第二件呢，弄得相当小的给大个毛浪打扮的，求救上界将身探姐姐，刚面着不来新结拉的说。对呀他本在这呀阿万波的那一说哈。第7，净化自己的身体，以致洁白透明，散发紫红宝石光芒。第8，阿弥陀佛融入自己的身体，
自己和阿弥陀佛没有分别，无二无别，自己就是阿弥陀佛。第9，自己的身体散发出有种颜色的光，红、黄、蓝、青、白，供养所有的佛菩萨。现在我们一起念诵阿弥陀佛皈依文3次。Chodu wa si je go cho nye zo la ji ye shang da ge tu sam ge sa pa kon cho sam la cho pa bo Chodu wa si je go cho nye zo la ji ye rong da ge tu sam ge sa pa kon cho sam la cho pa bo Chodu wa si je go cho nye zo la ji ye shang da ge tu sam ge sa pa kon cho sam la cho pa bo。第10，所有的佛菩萨加持自己的身体，以致自己的身体散发着红宝石质量光。第11，自己的身体放荡光明，发出一档无量红宝石光芒，照遍六道轮回的众生。所有的众生变成了阿弥陀佛，所有的阿弥陀佛和我们一起念诵阿弥陀佛的心中。Om Ah Mi Dewa Sher,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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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Mi Dewa Sher。第12，所有的阿弥陀佛进入自己的身体。第13，自己的身体变成 Om Ah Mi Dewa Sher， Om 进入阿，阿进入美，美进入的，的进入哇，哇进入是，是进入南达，南达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看不见的时候，我们要修空性。现在我们张开眼睛，不要看前面的东西，光看前面的空间，开开心心，亮亮的。这就是阿弥陀佛的真如空性。第14，如果你们不会观照空性，观想自己的头顶上有一个阿弥陀佛，
第15，自己变成一个非常慈悲的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念经、观想、打坐，此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祈愿众生和我们一起成佛。现在我们一起念诵阿弥陀佛回向功德文。Kyabje Kunde Rinpoche sentient con la ngo rokan sanje tom jere ge za tham je ji du de da ge jo la min jere je nye ta ne cho zo de zeri ne me nyam to be center sa je non jere ji Nam Shi Tsimpo Jurma Tha Dewa Chinta Jinjur Jing Jine Pema Kashi De Lutin De La Sangji Sho Jiang Chu Tom Ni Ju Si De Zhi Wen Zhu Wan Zhen Ba Sho 功德圆满，吉祥如意。Ah Mi Dewa Sher